罗马书第10章第5甲13节。因为摩西写讲，人行迄个对律法的义的，要对伊来活；但是对神的义，是亲像安尼讲，你要着心来讲，是谁要上天啊？就是要带基督落来，也是谁要落深渊，就是要带基督对死人中起来。伊到底讲啥物啊？是讲言语是关于你。是你的嘴，你的心，就是阮所传这个神的言语，就是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用心信，得到义；用嘴认，得到救。圣经讲，既然信靠伊的人，无得见笑。因为犹太迄年拢无分别，亲像一个主是正人的主，款待拢总求伊的人，积富裕。因为既然求叫主的名的人，必得救。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日常生活中间，咱常常会拄着这个字。道，这个字有真侪的含义。首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路，所以咱会讲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等等，伊的意思就是路。伫古早的经文，伊是安尼写：这个道，敢若亲像一个人经过一个十字路口，伫这个小传内面，伊。倒手边是一个行哩，伊的正手边是一个头梳啊，就是这个头的意思。所以合做伙就是讲对头开始来行，所以有引申真深的含义，就是迄个介重要的、介首先的，人就应该行的路。除了路的意思以外，道嘛是指咱的语言，也是讲咱的讲话。当一个人将要讲话，咱会讲伊是能言善道。当你要讲真长的故事的时阵，你会讲，请我娓娓道来。也是讲，咱感觉啊，这无啥物通好甲人分享的，咱会讲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个道就是讲话来说明，也是来讲起这遮的代志。第三个，这个道。牵涉到咱的理性，以及咱的理性所明白的道理。当咱对一寡物件有了解、有明白的时阵，咱会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每一件代志，伊若是符合这个理性，咱称作是伊有伊的道理。咱做一个人，毋仅是爱知影代志的道理，咱嘛着爱知影做人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毋仅是敢若知影一寡代志的道理，伊是会通明白足侪的道理，天顶地下，包括人情世事的道理，伊拢会通了解。伊听人讲一句话，伊就我都关联伫真侪遮的事项。咱会通讲，这个人是一个悟道的人，悟道之人。所以咱将这个道，甲伊提升到伫思想的层次。伊所指示的，就毋是干那普通的路，伊是咧指着宇宙中间迄个介重要的真理，人生中间介根本的道理。无论是哲学家、宗教家，也是艺术家、科学家，拢咧敲找道。老子有一句话，咱拢真熟：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讲，你若法度用你的语言意思的道。所表达出来这个道的时阵，伊就毋是永远相存的道。人的语言会通说明，会通解说道，总是这个道，迄个永远存在的道，超越伫咱的语言的表达之上。事实上，圣经内面也讲到道。约翰福音书第一句话就讲：
太初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之地，道就是上帝。毋仅是咧讲遮，佫较要紧的是讲，即个道正做肉身来踮伫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但即个所在，圣经所讲即个道，是翻译对希腊文的 logos， 以英文咱甲翻做 word。logos 伫一般经下面也通翻译做话。耶稣安尼讲，天地拢要废掉，若是我的话，的确袂通废掉。迄个听我的话，佮信找我来的迄个，伊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所在讲的话，拢是这个 logos 的翻译。总是除了这个 logos 以外，希腊文还佫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rhema， 伊嘛常常互人翻做是道，也是话。当耶稣咧传道理的时阵，有人听起伊所讲的话，伊感觉听袂落去，所以有一寡人就离开伊。耶稣对彼得问讲：“恁要甲因共款离开我吗？”彼得耶稣告别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你嘛，你有永生之道，我毋要归啥物人啊？”彼得教导咱，保罗先生教导咱讲，咱做一个基督徒，爱会晓摕着圣神的宝剑，这个圣神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讲，这个道离你无远，拄拄伫你的喙，也伫你的心。这是将这个 rhema 改翻做道这种的用法，总是这个 rhema 嘛通翻做话。天使玛利亚宣告耶稣诞生的故事的代志的时阵，伊安尼讲，出自上帝的话，无一句话是空的。耶稣嘛安尼讲，人活的毋是靠食物，是靠上帝嘴所讲一切的话。这个所在是将 rhema 甲伊翻译做话。显然，伫圣经中间，上帝的道甲上帝的话，特别是上帝通过圣神向人所启示的话语，两个是有同款的意思。所以，无论是 logos 也是 rhema， 这两字希腊文拢咧描写上帝所讲的话，总是有无同款的意义甲伊的用法。若是 logos 是较伫抽象。较是普遍的概念，是要表达上帝普遍的旨意，甲着伊伟大创造的能力，包括上帝的话语，伫创造、伫维护、伫救赎，甲着审判的关联。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规律。若是这个礼嘛，较特别，就是当上帝直接某物人来讲出某物话的时阵，对着某物人，互伊特别的启示的时阵。这个时阵用的话就是礼嘛。你来读圣经的时阵，读着上帝的话。如果你读圣经的时阵，感受上帝，这个时阵在对你讲话，这个时阵是礼嘛。当世间人，侪侪人咧敲出这个道，有人找袂到，有人讲我已经找到。那呢道到底伫哪落？咱伫哪落会通找到这个道？有一个人，伊叫做东郭子，伊问曾祖一个问题，伊讲什么叫做道？道到底伫什么所在？曾祖甲伊讲，道无所不在。这个人就继续问讲，请你甲我讲较具体，到底是什么所在？曾祖就甲伊讲，在罗夷。罗是一种罗菇，夷就是蚂蚁，就亲像迄个大白啊，也是迄个狗遐，道伫迄个所在。迄人袂通了解，伊讲道是非常崇高的，哪会伫遮尼逼真的物件内底？曾祖继续甲伊讲，在蹄派，蹄派就是讲麦啊、白啊，迄个白啊，迄个白啊草。伊讲毋仅是敢若伫狗遐，是伫迄个稻草内底，伫迄个白啊草内底。迄个人感觉愈奇怪，哪个愈逼真？然后曾祖佮甲伊讲，在瓦僻，就是伫迄个庄仔头。伫迄个庄仔头内底，道伫迄个所在。迄人讲，啊，那愈来愈低。曾祖甲伊讲，在屎溺，在大便跟小便里面。哇，这个人讲，啊，我毋知影要安怎问落去啊。
事实上，对庄主来讲，道若是无所不在。伊伫迄个互人看起来非常卑微的所在，非常卑贱的所在，迄个所在有道。总是道毋也是当卑贱的所在，道会通伫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所在。所以伫庄主伊原一句话讲：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藏于上古而不为老。你袂通找到一个物件比道搁较悬，你袂通找到一个物件比道搁较深，你也袂通找到一个物件比道搁较久，你袂通找到一个物件比道搁较老。奥古斯丁伊嘛咧超找道，当伊发现道的时阵，伊安尼讲：道是介悬的，总是道嘛是介靠近咱的，道是介稳捌的，总是道是随时显明。伫人的中间，伊无有大小即款的分别，伊是遍满伫整个宇宙中间，无所不在。如果亲像庄主也是奥古斯丁所讲的，道是无所不在，那呢，咱就应该伫近的所在来找道，毋通到真远的所在伫遐讲你要找道。明主就有即款的感慨，伊讲：济人讲伊要找道，总是到真远的所在咧去找道。一寡代志原本是真简单，就来解决，总是足侪人要用较困难的方法来解决。伊讲这是人的悲哀。天下会通太平，只要人会通好好听伊家己的老爸老母，只要人会通尊敬家己的长辈，天下就会通太平咯。总是事实上，因为人无真正了解道，人常常将代志该看了非常复杂，致到天下袂通太平。确实，亲像明主所讲的，只要每一个人会通听家己的父母，只要每一个人通尊重家己的长辈，那呢，这代志会通真紧就解决。总是，咱是上知代志为时阵无遐简单。明主相信人有良知，明主相信人有良心，所以只要咱照着良知、照着良心来行，就会通天下太平。总是问题多出伫这个所在，人的良心会互无知所掠杂，人的良知会互外在济济势力所扭曲，人的良心会去金钱甲你收买，人的良心会互罪恶所压制。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2章肯定人有良知，人有良心，像是这个良心甲良知有上帝律法的功用。总是伊详时也指出，人的良心、人的良知，常常无法度抵挡罪恶的引诱甲罪恶的关系。所以良心会通帮助你知善知恶，知影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好，什么是毋对。总是你的良心无拄拄真正法度去行善的代志，然后去弃除邪恶的代志。当伫今仔日经文，保罗先生也提起到讲，这个道。离你无远，亲像咱头所讲的真主，甲伫奥古斯丁所讲的，这个道离你无远，应该是真近的所在。那安尼，伊所讲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款的道？这个道，那离咱无远，到底离咱有偌近？伫保罗先生咧提起到这个道进前，伊先做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伫伊罗马书中间介要紧的一个主题。伊称作是律法的义，甲信心的义。所谓律法的义，就是讲人凭着家己的良心，然后遵守律法的教示。伊安尼照安尼去行，照着良心所在的，照着律法所教示的去行，那呢，这个人会通互上帝，也互正人称伊讲，这个人是义人，甚至会通称这个人是圣人。律法为着人提供一条称义。正性的道路，咱会通称这个叫做律法之道。对着这个律法之道，保罗心内有正大的担忧，因为伊讲，事实上每一人拢有罪性，所以伫伊的观察内底，无有一个人有法度照伊的良心完全遵守律法。亲像雅各书内面所讲的，迄个想要遵守律法的人。若是伫一条来跋倒，
伊就是犯了重条。只要违反一条律法，伊就违反律法中间的一条，伊就是违反这个律法。那呢，伊就无资格会通称做义，无资格会通正做圣。那呢，保罗要问一句话：咱的一生中间，咱有偌尼侪解犯着律法？咱的律法中间，咱有偌侪条，咱有去犯着？在咱一生中间，咱偌侪解咧跋倒，咱较有资格会通称做义，较有资格会通正做圣。摩西讲，若行律法的义的人，会通安尼永远活着。显然，律法甲着咱的行为有密切的关联。伫上帝面前，毋是讲你听律法，上帝就称做你义，是你听律法了，你有去照安尼去行，才会通称做义。总是保罗讲，问题都出伫即个所在。一个人想要靠伊的行为来行律法，这条路是行袂落去的路，毋然是互人愈行愈辛苦，也互人愈来愈发现，伊家己根本就无达到迄个称义的一个标准。是安怎？因为人有罪性，人有有限性，人的罪性，互伊要通过行律法来称做义，这条路是困难重重。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第3章10讲了非常的清楚，伫上帝的面前，无有一个人会通过遵守律法来称做义。这毋是律法本身有问题，嘛毋是律法制度有啥物款毋对，是因为人。因为你有一个软正的肉体，那么是你有软正的肉体，抑阁有罪的关系。这个罪的关系常常会引诱你、束缚你、管辖你、制告你，随妄心想要照律法来行，总是你的行为行袂出来。但相对律法的义，上帝为着人备办一条路，这条路叫做信心的义，咱会当称作是信心之道。信心的义是指一个人相信，等于相信上帝伫耶稣基督所为着伊完成救赎的恩典，伊的罪就通得到赦免。像是上帝要称伊做义，所以得到上帝称义，毋是靠你的行为的努力的打拼，是靠你对上帝的信心，甲着对着上帝的顺服，接受上帝已经为你所成的应允。甲为你所成的恩典。如果你若是重视良心的人，如果你是看重律法的人，如果你若是看重家己的行为的人，你随时爱注意的是你家己的所行所做。你的重点是你的行为。总是如果你所竞选的是一个信心之道，你所要得到的是信心的义，那呢，你就爱时常仰望上帝已经为你所成的代志，这是律法的义，甲着信心的义中间会无共款。律法是上帝所赏赐，所以是圣性，是善。总是律法本身袂通互人称做义，你着爱行会出，才会通称你做义。伊嘛无法度通过律法，互人甲上帝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反倒当律法常常显示出人生命中间的罪性。甲着咱已经有犯罪的罪的事实，互人活伫律法的定罪、谴责，甚至上帝的刑罚甲愤怒下面，律法反倒当互人甲上帝保持一个距离，甚至甲上帝正做对立。因为上帝根据律法，伊要刑罚你，你根据律法，你应该受咒诅。律法会通互人知什么是义，什么是罪，可惜。律法，互你知影什么是义，但是伊袂通帮助你去行义。律法会当互你知影什么是罪，总是无法度阻止你无去犯罪。律法的目的是要互人真正认捌罪，总是律法无法度帮忙咱解决罪的问题。所有人拢伫律法面前有罪，无有人会通完全来遵守律法，因为咱拢有一个罪性。律法是属于精神，总是人属于肉体。人无法度赢过罪，对着肉体引诱甲管制来活出律法的义。就这点来讲，律法的道袂通带领你得到救赎，伊是甲你指示另外一条路。你若无通过信心，那安尼你落尾会受到咒诅。律法所规定犯罪的人应该接受刑罚，
上时最后就爱死亡，最后的代价就是死。互所有犯罪的人活伫律法的咒诅下面。律法原本要求人去遵守，原本要互人遵守来得到祝福，总是实际上律法常常是互你陷落伫咒诅下面。所以保罗先生讲，律法有个功用，但是介大的功用是伊成做一个启蒙的师傅，教导咱知影什么叫做是非，教导咱知影什么叫做善恶，教导咱知影讲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总是律法，伫保罗来看，伊毋是直接来引带你行一条活路，伊是甲你讲有一条路你行袂落去，然后来指示你，还佫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基督。所以保罗讲，律法的落尾，伊 end， 伊最后目标就是影响基督，互囡仔相信基督的人会通得到称作义。当这个基督来临，当咱会通因为神来称作义的时阵，这个师傅伊就通功成身退。佮着摩西律法三对立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福音宣布好消息。宣布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为咱成全救赎的恩典，人只要通过伊的信心，就通领受上帝恩典，甲上帝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什么款的程度？亲密到你会通称这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全有关联的上帝，你会通称伊做阿爸爸。福音会通互人对罪的控诉，对律法的束缚。对着济济的刑罚，甲着将来死亡这款的审判，上帝一受气，等等才会互咱的生命活伫这款的束缚中间，会通真正得到讨放，会通真正得到自由。就是耶稣所讲，恁着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兄弟姊妹，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有得到这个自由？你有得到这个自由，互你知，你已经脱离律法这种的压制，你已经脱离这种罪的束缚，你已经脱离迄种上帝的受气这种的惊吓，你已经脱离死亡的阴影对着你的生命所造成这款的影响无？若无，你还未得到这个自由，就是你还未伫基督内面专心来相信伊。那保罗先生继续伫这段经文中间。伊引用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申命记》。《申命记》第30章第11节到13节，一段经文中间是摩西对着要进入到伫迦南地开始因伫应允地新的生活，这以色列人所交代的要紧的话。这段话安尼讲：因为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毋是恁所做袂到的，也毋是恁离恁远远，伊毋是伫天灵，地高你就爱讲。是出于为阮上天带来阮遮，互阮听来行伊啊！也毋是伫海外地告你讲，是出于为着阮过海带来阮遮，互阮听来行伊啊！这个话离你真近，就是伫你的喙，伫你的心，互你通行伊。当伫这段经文中间讲，啥物人互当上到天灵？意思是讲犹太人所讲的。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到伫海外所在，就是非常遥远，要经过千辛万苦、重重危险，你才会通到的所在。摩西伫遮要强调的是讲，律法伊的诫命虽然是对天顶天父上帝所赏赐，总是以色列人伊无可能差派人到伫天顶的所在，然后来接受这个律法。以色列人嘛无需要差派人到伫海外所在去取经。然后来得到上帝的诫命，因为这个律法的诫命，上帝已经通过摩西来临到伫因，上帝已经将律法来赏赐予以色列百姓。所以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讲，律法毋是神秘，律法毋是遥不可及，也无需要你搁用足侪时间精神去找找。律法就伫你的喙，就伫你的心，通过你所读到这个律法，你的喙来读伊。然后你头壳去记忆，然后你通过嘴，然后就进入到伫你的心。律法落尾是伫你的嘴，然后伫你的心。但这是《申命记》内面摩西所讲律法的庄严，甲着律法教着咱清君的道理。就是保罗先生伫罗马尼书第10章第5节到第8节，伊咧注解《申命记》
这段经文，伊从这个所在，从摩西讲到律法诫命以及律法的义，这段经文来教着基督、教着信心的义来做一个比较。伫这第10章的第6节，伫遮咱看起有一个字，就是就是第7节嘛出现就是，就是要带基督落来，就是要带基督对死当中起来。这个就是这两字是犹太人在解经的时阵专门的一个术语，就是讲我引用某某人所讲的话，然后我对着伊的注解。拄拄亲像以色列人，无可能到伫天顶来将律法处下，嘛无可能到伫海外所在将律法来处回共款。咱基督徒毋免到伫天顶的所在，伫遐去看到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伫人的中间。咱基督徒嘛无需要到伫海外所在，也是讲落到伫深面的所在，将基督伫迄个所在给引带起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死搁活。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所要强调的一项事，就是讲，亲像上帝已经将律法赏赐给以色列百姓，上帝也将迄个道成肉身、对死搁活耶稣基督来赏赐给咱众人。上帝找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天顶落，成做人的款式，常时生伫律法下面。耶稣基督遵守律法的要求，伊成做挽回的罪，是要将活伫律法下面的百姓，甲伊拯救出来。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然后伊死落阴府，然后上帝予伊对死搁活，然后将这个救恩予所有万百姓。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甲对死搁活，这是上帝拯救世间人的真道，是上帝拯救世间人的恩典。摩西鼓励以色列人得爱遵守律法，相信对摩西来讲，敢若无困难。总是对实际的情形来看，以色列人常常违反律法。咱若读规本的旧约，咱就知以色列人常常违反这个律法，离开上帝远远，甚至到伫落尾，因偏行因家己的路，因崇拜其他的偶像，最后因国家来灭亡。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伊真正认真去面对律法，伊一定会知，伊所行一件代志有偌济应该受到刑罚，偌济应该受到咒诅。当一个人诚实面对伊过去所做这行为的时阵，伊一定会清楚知影这事，凭着伊家己的努力，伊无法度达到上帝所要求的公义。当这个人有一款的明白的时阵，伊知影这事。伊需要上帝怜悯，伊需要上帝救赎。若无，伊无法度逃闪伊所行的歹，所带来心内的负担、心内的罪责，甲着将来爱面对的刑罚甲死亡。摩西最重的使命，就是教导以色列百姓，你着遵守律法，然后明确甲咱讲，你若照安尼行的三，你有啥物款的奖赏？你若无照安尼行时阵，你爱受到啥物款的刑罚？摩西介重的任务，就是教导人遵守律法来得到称罪义。所以，使徒约翰将摩西甲基督做一个真清楚一个对比，伊安尼讲：律法是照着摩西所传，那是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临到伫咱。摩西的律法只不过是暂时，是一个过渡，是要指引基督，互基督带来永远的恩典甲真理，互人会通明白，会通接受。基督福音要成全律法所无法度完成的代志。保罗先生伫个批信中间一直咧指出一个要紧的道理：既然无有一个人真正会通遵守律法来得到称罪义，那安尼就无有一个人真正会通得到律法的义。人通过家己的行为要得到救恩，最后也发现这是空。上帝确实有应允，一个人若真正完全遵守律法来行，伊会通称罪义。总是伫实际上，无有人真正完全遵守律法。所以想要靠着律法来得到义，这是一条行袂落去的路。毋若是行袂落去，落尾你着爱面对刑罚。换一句话讲，这是律法本身的条规的所在。律法所应允的，你得袂到，总是律法的刑罚，你无法度逃闪。
一个人如果要继续靠着你的良心，靠着遵守律法，靠着你的行为来称罪义，最后你所得到的是律法对着你的刑罚，甲对着你的咒诅。总是当一个人通过律法，伊彻底知影这样事，伊家己有罪性，伊家己有肉体的软症，伊家己清楚伊所做的代志应该受到刑罚，甚至最后面对死亡这款的恐怖，所以伊会通来敲找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拯救。咱会通过这个表来说明摩西甲保罗先生所讲无同款的所在。摩西伫申命记内面要强调律法离你无远，你毋免到伫天顶，毋免到伫海外去敲找，因为上帝已经将律法赏赐互恁以色列人。上时摩西认为讲实行律法一点仔都无困难，一个人若通好好遵守律法，伊就通被称作义，上是永远伫地。但是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要讲的是律法离你无远，总是基督离你搁较近。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上是对死搁活。一个人相信基督，比伊遵行律法搁较容易。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会通得到义。这个义毋是你行出来的义，这个义是上帝予你的义。上是因为上帝予你这个义，伊要予你永远的生命。对着摩西来讲，律法是上帝的话语，已经赏赐以色列人，所以因会通嘴来读伊。因会通心来思考伊，长时照着律法来行，就会通称作义。总是对保罗来讲，基督离咱搁较近。只要你嘴承认、心相信，你就会通得到救。换一句话讲，基督这个道比律法这个道搁较接近你。伫律法之下，人除了心来相信律法是圣性，嘴承认律法是良善。伊就搁爱靠家己的行为一点一画，伫这个所在来行，伊才会通称作义。当伊违反律法的时阵，伊就爱受刑罚，甚至判死刑。总是伫基督恩典内面，你嘴承认，你心相信，你就通得救。你虽望知影你有行为无好，你知影你做袂来，总是你知影一项，伫耶稣基督内面有赦罪，伫耶稣基督恩典中间。你的罪会通得到赦免，毋是你家己会通称你做义，是上帝要称你做义。律法的道对嘴到心真近，总是对心到伫你外在身体行为，却非常长的一个距离。因为咱中间有人的肉体情欲，伫咱中间有罪恶的引诱，伫咱所活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就是无爱犯罪，罪嘛临到伫你。即个人肉体情欲、社会罪、整个罪关系，互你对你的心到伫你身躯的行为，这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毋是你讲你做就做会出来。总是伫基督内面，咱无共款。伫基督内面，保罗先生讲，基督的道离你搁较近。伊讲你嘴承认，心相信，这两个是会通结连做伙。承认毋也是嘴承认。就是你的心真正安尼相信，这就是真正的承认。相信，毋也是你的心相信，上时你有够野这款的勇气，伫人的面前承认你所相信的，这是真正的相信。保罗先生讲，你若心内相信，上帝就称你做义。就是讲，信仰的物件，毋是干那你头壳内面的概念，毋是你头壳内面才会认知尔。是你整个对你内心真实来接受，上帝已经为你所成，为你所备办，像是所要赏赐予你这种的救恩。一个人内心真实相信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完成的救恩，上帝就要称伊做义。我已经有伫顶礼拜已经有提起，什么是上帝称义？是上帝毋仅干那看到你，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看到你。喙内心内耶稣是主，就是你会通公开告别你甲耶稣基督中间这个关联，以及你对着耶稣基督救恩的倚靠。那安尼面对这个世界的引诱，面对世界的威胁，你会通勇敢伫人的面前告别讲述，用你的喙告别讲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安尼你就通得救。
咱来记这耶稣讲的一句话：，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天父的面前也要认伊；若人伫人的面前无认我的，那我伫天顶的父的面前也的确无认伊。伫初代教会，要用你的喙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有的时阵你有拄着困难，甚至你会冒着生命危险。罗马帝国有一段时间咧迫害基督教，有一个主教，伊伫士米纳教会的一位主教，伊的名叫做 Polycarp， 伊互罗马兵丁甲伊掠去，然后因为已经86岁，年纪非常的大。所以咧，执行死刑的人唔甘以遐尼年纪大来处死伊，想要将伊放掉。伊甲伊讲：你只要做一项事，我就通放你走。做啥物代志？你只要用你的嘴讲耶稣基督毋是我的主，遮简单。你只要讲耶稣基督毋是我的主，我就马上甲你投放。Polycarp 安尼回答讲：我袂通否认伊。我已经信伊、服侍伊86年久。伫这86年来，我的主从来无亏待我。我才会通疼惜我这个的确会死的身躯来否认伊啊！兄弟姊妹，这句话是非常水的一句话。我才会通疼惜这个的确会死的身躯来否认我的主啊！所以，这罗马兵丁将伊甲伊放伫这个火柴顶悬。然后放火来甲伊烧，当有火烧的时阵，伊的嘴还阁会通讲话的时阵，伊大声喊话讲：感谢上帝！我今仔日有机会互火来烧，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你是我的主。伫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因嘛迫害基督教。当初是发布一种的命令，叫做踏会、彩绘会，就是讲这个顶悬有画基督的圣像，然后你用你的脚甲伊踏落去，吞踏这个。若是有人互人认讲啊，你是基督徒，啊要证明讲你毋是基督徒，还是你是基督徒，总是因为你惊啊，你想要得到讨棒，那你得爱做一项事，伫众人的面前，然后你用你的脚踏这个基督的像。表示讲你气杀基督，表示讲你无认基督是做你的主，然后你就通得到讨棒，若无就甲你掠，甚至甲你顶死你个。袂少的人伫即个情下面，因否认耶稣基督是主，总是搁较侪的基督徒，因宁可受罚，因宁可死，也无用伊的脚来吞踏耶稣基督的圣像。不如先生进一步运用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讲救恩是凭着信心来得到。既然相信伊的人，拢无抵到伫见效。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对着上帝救恩有信心的人，伊知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绝对袂掠福音成做伊的见效。伫众人的面前，伊坦然来承认伊就是基督徒，坦然承认伊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福音，坦然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伊生命主。这款的信心会通帮助伊经历上帝的权能、恩典，甲济新约甲技术，万项事互相效力，要互听上帝个别耶稣基督是主的人得到利益。上帝要互相信伊的人拄到生命见效，见效。往往是甲罪结连做伙，人若因为犯罪来甲上帝隔离，会感觉见笑，会感觉亏欠。总是通过耶稣基督，人虽望你知影有罪，总是你知伫耶稣基督内面，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得到上帝赦免的恩典，罪的重担已经放下，你内心真正会通得到真实的平安，你就无搁再活伫见笑甲见笑中间。你无搁再感觉见效，反倒转，你开始生命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期待，上帝的荣耀要彰显伫你的生命中间。诗人145篇第18节安尼讲：，迄个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的确甲伊3000棍，就是千棍迄个信实来求叫伊的。上帝听起咱的求叫，
上帝回答咱的求救。迄个真实求救伊的上帝，毋仅是愿意听，伊愿意用慷慨的恩典来回应你的求救。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啥物人求救主的名，啥物人对伊的嘴来承认，啥物人对伊的心来真实来相信，拢会通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得着救。什么所在有信心？什么所在有上帝的救恩？什么所在有信心？什么所在你通看起上帝奇妙作为？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会通心内相信、嘴信任的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学生去问一个禅师，问伊一个问题，讲道伫倒落？这个禅师甲伊回答讲：道伫你目睭前。这个学生讲：啊，我较看无，我较找无。这个禅师甲伊讲：因为你有一个我，你有一个自我，所以你看袂到。这个应答不只有意思。一个人若不管是干那看到自我，一个人互自我中心该拔掉的，这个人看袂到道，嘛看袂到上帝，伊所看到是家己。我阁是顶伫个忏悔录内底，上帝祈祷有一句话不只有意思。伊讲：上帝啊，我即摆已经知，原来你伫我内面，啊，过去我是伫外面咧找你。原来你教我三角地地，总是我却无教你地地。上帝一直点伫咱心内，像是点伫咱内心的至圣所。可惜，咱互罪，咱互自我中心，甲咱误会。咱内在迄个至圣所，直到咱袂通伫咱的内心中间通看起上帝。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太初就有，这个道已经道成肉身，点伫咱的中间。这个道已经出现伫人间，这个道已经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的工程。这个道已经对世国我显明上帝听的救赎。如今这个道。毋也伫天顶伫个所在为咱祈祷，这个道也用国外的神点伫囡仔相信伊的人的心内。兄弟姊妹，这个道离咱无远，这个道会通伫咱的喙，这个道会通伫咱的心。知影这个道离咱无远的人有福气，因为伊随时会通看起这个道，随时会通听起这个道，随时会通跟到这个道。这个道要成做伊的道路，这个道要成做伊的真理，这个道要成做伊的生命。大家亲爱兄弟姊妹，这个道离你有远无？也是我爱问你，离这个道有近无？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的话、你的道是何等的奇妙，充满创造的权能。也充满救赎的开力。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世国我，互你的话、你的道点伫阮中间，离开阮非常的近，会通伫阮的喙，会通伫阮的心，帮助阮明白这个道理，欢欢喜喜，互阮的心来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世国我，也勇勇敢敢，互阮的喙承认。耶稣基督是阮生命主，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